这是咱要通过圣歌队带领咱来敬拜上帝。圣歌队要甲咱带来的是大欢喜的好消息的清唱曲，请咱通过这个清唱曲，搁再一摆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的好消息。恭喜！列国恁着群情来听，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，着知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也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。上帝也加添咱的欢喜，因为有一个儿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守护咱，伊要负担国政。伊的名称作奇妙无数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爸，和平的人君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，甲伊的国对打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一热心要成这个事。
对古早的时，先知就用弥赛亚降临的应允来鼓舞世间人。因讲起有一个大君王要用公义甲智慧统治这世间，最后带和平予世界。毋望存伫正百姓的心中，因惦伫期待先知甲异象，甲上帝应允实现的生活中，总是因所期待的，却是几啊世纪无声无影，百姓的信心伫绝望中摇绝，因就超找复兴的路，虔诚的人伫意祈祷，渴望伫暗暝未听见上帝的声。啥时上帝才会伊的百姓出声讲话啊？啥时弥赛亚才会来临啊？这款无声无影的状况，啥时才会结束啊？当信心的话语运行伫百姓的中间，提醒因上帝的应允特别实现了，就是出对圣经所宣扬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恁的上帝耶和华伫恁中间，就是全能的拯救者。伊要因为恁欢喜快乐，伊要因为听恁来静静，佮要为着欢喜恁来唱歌。
当基督降生的时阵，要到迄时，百姓对上帝话安慰，因神盼望得到主降临日子的军了的调头，有一粒星要对雅各出，有一个官兵要对以色列兴起，因有记得上帝捌怎样将因对黑暗的包放出来，因就开始行，渴望得到全新的和平甲仁爱。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百姓渴望向前观看，也开始相信一个新的日子得要来啦！起来啊，发出光，因为恁的光已经来到。耶和华的阳光照伫恁的顶面，搁爱一摆，上帝宣讲大欢喜的好消息。
期满迄时，伟大圣诞的新娘开始向世界传播快乐好消息的旅程。但请听路加福音记载，互人戆耳的事。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伫加利利的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城，就近一个在世女，是已经配定着互大毕家的一人，名叫约瑟。这个在世女名叫玛利亚。天使入去对伊讲：“得到大恩的人啊，平安，主甲你伫地。”玛利亚不知戆听伊的话，想这个请安是甚物意思？天使甲伊讲：“玛利亚，无得惊，因为你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当你要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，伊要做大，称作至高的囝。主上帝要用伊会做大笔的位，互伊。伊要做王，伫雅各的家到代代，伊的国也无穷尽。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。”就安尼，玛利亚甲约瑟开始行伫互人真恶的相信的路程。因是单纯的百姓，却着负担超越的使命。因受竞选，成做上帝赏赐恩典，互世间人的器具。因无惊吓，充满信心，尊叹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。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特别来临的圣囝基督。当请听圣经所记载，约瑟的细岁属伫大毕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，到大毕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。
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嫁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上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昨年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稳因。最最无声无影、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了。约瑟甲上帝所赏赐的囝，号名叫耶稣。这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，伊要成做全世界的救主。无论偌久，这个圣者会消失，要成做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。真紧，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，充满伫暗暝的穹苍。当对路加福音，咱要听到即个记载讲，迄阵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
眠时想起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蕊照因，个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密的城，已经为着恁是一个拯救者，就是弥赛亚。你要看见一个婴仔，用布包困伫走里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杀甲伫乌老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强强继续传播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摆设一粒鲜果灿烂的启明星，来显明上帝的荣光甲尊贵。这粒灿烂的星辰，就是要互人知，天庭会记得古早的应允，就是神圣的真光要降临世间，非常明显的记号。这粒灿烂全新的启明星，也引起侪侪东方气象专家的好奇甲想象。当咱就来读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希律王的时，
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，为军外的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：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才来要拜伊。这个勇敢、充满智慧的追找者，迄条因古老的思考方式，开始了因信心的旅程。因搬过遥远的沙漠，要敲找宝贝真理。因确信上帝的引带，因所献予新生王的礼物，也影响佮鼓舞世世代代的信徒，奉献因上好的礼物，予救主耶稣。忽然，东方所看见的星，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，就歇伫迄顶面。因看见迄粒星，欢喜到袂固定。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扑落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予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
国啊，恁着群情来听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耶稣世间人的救主已经出世啦，所有上帝所应允的，已经伫基督完成啦。因为伊，咱拢通出大声讲，阿免。伫基督，上帝的大荣光已经完全显明了。这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大好消息，也这个福音要成做对世间万人的见证，传播到全世界。咱就伫众人的中间做上帝5万甲喜乐的器具。我伫咱一切言行举止，拢会活出点伫基督的喜乐。